受到美伊战争的影响呢，今仔日股市汇市是拢落，台股开盘落超过800点，无到35000点，台积电也落55块。不过最后呢是有倒转来，台股收伫咧35095点，落319点。咱讲到这台票换美金呢是收伫咧31.431块，落1.8角。美国伊朗战事升温，国家顶礼拜美股四大指数收乌，初二台股开盘，像市场预测，加权指数开盘捌大落超过800点，是收35000点。款台股台积电早盘同款正软，上加1940块，落55块。不过开盘较无1点钟，落价的幅度缩小。加权指数中场收伫35095点，落319点。台积电以1975块收盘，落20块。开低走高啊，表现是比预期中来的强啊。那我想这个也不会太意外。那最主要是，其实台股来讲的话，最核心的部分还是在 AI 的一个族群啊。那预期来讲，还是会是今年最受惠、最趋势最明确的一个族群啊。美国伊朗战事升温，杀关油价有关塑化族群的股价。初二大塑化开盘直攻起停，盘中因为出现微压，到尾收伫56块半，起2块。另外，因为航母自海峡有可能封锁，也是中间的需求。航运族群的阳明、万海初二股价拢起，中型股起上济，收伫210块，起13块。航空类股是因为战争影响部分航班停飞，像讲华航、中英航股价拢落价。因为这个荷姆兹海峡封锁，所以货柜跟散装的运价有可能会上涨，所以船运类股的股价会相对比较有受到关注。但相对的油价上涨的话，对于这个航空族群可能就会比较有压抑。那股价落价，因为美金指数走强，台票较软，台票兑换美金开盘价31.33块，收盘前来到31.456块，大落超过2角，到尾是收伫31.431块，落1角8分。包含像是美元、美债都有比较明显的涨势，资金的部分就是往避险资产去走，亚币今天看起来普遍都比较疲软。专家分析，目前战争看起来扩大机会无大，战争的消息面开始较无了后，资金有机会回流，台票会阁转来到较强的势面。记者采访报道。